不帅就看命了。夫人，我的天，你结个婚穿成这个样子，什么口味小龙虾啊？你是？夫人误会了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夫人说笑了，眼下是我们头一次见面。不可能，你是昨天大街上那个。夫人认错人了，我们之前没有见过。我肯定没有认错。夫人确实是认错人了。那你把这身壳脱了，让我瞧瞧。这恐怕不得体吧？得不得体还由不得你。我宋青青5.1的视力就从来没认错过人。你给我脱了，快点给我脱了！不要乱来啊！将军，我来保护你了。将军，夫人，打扰了。我认得你，昨天在大街上就是你们两个，就是你。我就说吧，你就是那天街上那个男的。夫人，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，是夫人昨天用金钉子砸了我。来，夫人，该饮喝清酒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们这儿办一个这种牌面的婚礼，多少钱啊？啊？就是你看这些挂的这些珠珠啊，什么坠子呀，还有这些摆件，加起来是多少银两？哦，你我婚事是皇上所赐，所以这些自然是宫里安排。宫里安排？哇哦，皇上赐婚还有这婚庆的待遇呢。夫人说笑了，来，夫人吃菜。这是皇上赐的？妃爷，这个是我精心为夫人准备的。特意为我准备的？看来挺用心的。我算是发现了，这需要花钱的都不是你准备的，不咋需要花钱的你还抠着钱用，哼！凑个形式，无需浪费。见过抠的，没见过这么抠的。夫人，该饮喝清酒了。他2次急着喊我喝酒，这酒里怕不是有毒吧？他还不喝，不会是知道这酒是什么吧？他抠成这样，该不会是想谋财害命吧？陛下，今日是江景怀和宋清宁成婚的日子。还顺利吗？目前为止一切顺利，但奴才担心的是，江景怀知道这赐婚的意图，会不会先下手为强？新婚之夜下手，他若是有这个胆量，倒也算是他的本事。去，找个金柜，好好把这张银票珍藏起来。奴才遵旨。要不还是夫君先喝啊？喝琴酒自然是夫妇一同喝。夫君是不是不敢喝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你倒是喝呀！难道这酒里有什么？这酒里能有什么？有没有什么？你还没点数吗？好，
那我先喝，以正清白。哎，请。这么痛快？这什么酒啊？这水吧？酒水，酒水，走个形式，不需浪费。酒水，酒水，你好歹水里兑点酒吧？啊，夫人，仪式也走完了，我们早点歇息吧。哼，男人。算了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，来就来，来吧。夫人，夫人为父近来身子骨弱，今日恐怕不宜同床，还请夫人早点休息。行吧，谁还没个虚弱的时候？夫人，那为父身体不适，腿脚也不利索，只能睡着。夫人休息的地方，我已经精心准备好了。你是说，这是你为我精心准备的睡觉的地方？正是，此乃行军帐篷，保温抗潮，遮风避光。啊，至于私密性，夫人请看，这里还有一扇屏风，双重保障，夫人可以安心入睡。那你想的还挺周到的呀。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去睡了，夫人也早点休息。每天就是在府里秀秀秀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在战场上一战成名，光宗耀祖？江景怀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费力勿看，费力勿听，这不是我能听的东西。我知道你没睡，你给我起来！江景华，夫人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休息啊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给我！